大家好，歡迎返到嚟奇遇科幻迷。今日我哋一齊嚟講嘅係衛斯理嘅屍變。大家聽到屍變呢個主題，係咪就會覺得係講緊鬼或者其他靈異嘅故事？我記得我細個時睇呢本小說時，最初都諗住係當鬼故咁睇，但原來倪匡先生令人出奇咁樣將屍變同外星人扯上咗關係。呢本書都係講留咗喺地球嘅外星人，究竟屍變點樣聯繫到外星人呢？我哋一齊繼續聽埋落去。故事一開始講到衛斯理獨自出海，但中途天氣突然變得好惡劣，眼見隻艇就快要沉啦。好彩遇到一隻途經過嘅大型遊艇，遊艇上嘅水手救咗衛斯理上船，而遊艇嘅主人係一位富商，佢個名叫鄭寶雲。當鄭寶雲見到佢嘅水手救咗一個陌生人上船之後，態度極度粗暴咁樣想趕衛斯理落海，非常緊張同抗拒呢位陌生人。呢種反常嘅行為引起咗衛斯理嘅疑心，以佢嘅經驗，覺得呢個船主一定喺船上收埋咗一個好重大嘅秘密，所以衛斯理決定要暗中調查。衛斯理偷偷地潛入咗船艙底部一個地方，後來被鄭寶雲發現咗，但鄭寶雲反而被黑暗中嘅衛斯理嚇到暈咗。醒返之後，見到衛斯理仲喺船上，兩人就發生咗爭執。鄭寶雲不停揮拳打衛斯理，最終佢當然唔夠衛斯理打啦。跟住經過船上嘅一位水手介紹，鄭寶雲先知原來中途上咗船嘅呢位陌生人就係佢呢幾日都想邀請一齊做研究嘅衛斯理。於是乎，兩人互相道歉之後，鄭寶雲就講出咗佢想衛斯理幫忙嘅目的。而首先佢想衛斯理落去船艙底部睇一啲嘢。衛斯理落到船艙底部一個類似密室嘅地方，見到一個皮包骨嘅老人家喺一塊床板上坐咗起身，雙腳被綁住咗。衛斯理見到咁樣，即刻無名火起，衝上去鬧鄭寶雲，竟然咁樣虐待一位老人家。經過一番爭辯之後，鄭寶雲明確同衛斯理講，嗰個坐喺床板上仲識喐嘅人係佢死咗3年嘅爸爸鄭天祿。佢揾衛斯理就係想佢一齊去研究點解佢爸爸死咗3年但仲識喐，而且氣力仲好大，同埋會襲擊其他人添。鄭寶雲仲向衛斯理講翻晒之前發生過嘅屍變情況。話說鄭天祿死後，根據佢自己留低嘅指示，一定要將屍首放喺一副真空嘅不鏽鋼棺材入邊。但落葬咗3年之後，鄭老太想將鄭天祿嘅棺木起咗，再帶返家鄉落葬，落葉歸根。但過程中就發現棺材入邊仲有啲喐動嘅聲音。打開咗棺材後，就發現咗屍變，屍體由棺材中走咗出嚟。後來佢哋捉翻住條屍體之後，鄭寶雲就改變主意，唔帶條屍體返鄉下落葬。佢想將佢爸爸嘅屍體運去馬尼拉佢自己嘅私人研究中心作科學研究。故事中提及鄭寶雲本身擁有4個博士學位，其中一個係生物學博士。佢哋兩個一齊為屍體解剖時，衛斯理喺鄭天祿嘅遺體上用刀割咗一下，想攞部分組織作進一步化驗。點知當佢哋攞咗一小部分組織之後，傷口流咗一啲透明嘅液體出嚟，然後條屍體就好似冇晒任何反應。再跟住條屍體就突然以好快嘅速度腐爛，即使佢哋將條屍體放入雪櫃入邊，都係繼續腐爛。運到返去私人研究中心時，屍體就已經得返一副骸骨。當佢哋見到剩返嘅骸骨時，大家都嚇到呆晒。骸骨好完整，但結構同人類好唔同，尤其是肋骨。佢嘅肋骨係板形嘅，一面只有3條，有一條仲包住咁伸到去背後，形成一個環咁，有半寸厚、5寸闊。而支持肋骨嘅係前後各有一條長骨，好似我哋普通人嘅脊骨咁，但佢有2條，而且節數又多得驚人。正常人應該有36節，但佢至少有100節以上。再者，佢盤骨都有好似肋骨咁嘅構造，不過比較細一啲。最特別係個頭骨，鼻孔上有住4個眼孔，冇人知道有乜用，因為鄭天祿嘅外形同我哋人類係一模一樣，得2隻眼睛。衛斯理檢查完骸骨之後，加上佢之後再發現嘅其他瑣碎細節，就推斷鄭天祿極有可能唔係地球人。鄭寶雲就此已經強烈懷疑自己極有可能係外星人同地球人嘅混血兒，但仲未完全確定。佢因為呢個懷疑
而極度恐懼，怕秘密外泄會失去所有，所以先邀請衛斯理幫手，之後又改變主意，派殺手追殺衛斯理滅口。衛斯理冇理咁多，繼續調查。佢去咗揾曾經醫過鄭天祿嘅醫生費格醫生，想問清楚情況。由費格醫生口中得知更多鄭天祿奇異嘅地方，例如佢脈搏跳動勁快，1秒鐘有10幾下，體溫好高，超過110度，又有預知能力。而衛斯理見完費格醫生後，繼續被人追殺。追查之下，先發現追殺佢嘅人竟然係鄭寶雲派嚟嘅。鄭寶雲為咗唔想秘密外泄，佢唔想有人知道佢係外星人同地球人嘅混血兒，所以決定將衛斯理滅口。但後來又改變主意，同衛斯理合作調查。故事到最後，衛斯理協助鄭寶雲揾到鄭天祿生前留低嘅一本簿仔。呢本簿仔記錄咗一切嘅真相，包括鄭天祿自己嘅身世、屍變原因、透明液體嘅秘密，同埋鄭寶雲作為混血兒嘅真正身份。但衛斯理自己完全冇機會睇到簿仔嘅內容，因為鄭寶雲一睇到呢本簿仔後就即刻發狂，以極快嘅動作將本簿撕爛，全部塞入個口入邊，吞咗落肚，然後狂笑奔跑，精神完全崩潰，變成一個被人認為係冇希望嘅癲佬。入咗馬尼拉精神病院，故事就此完結。呢個故事叫做屍變，但成個故事都冇真正揭開屍變之謎，而且整個故事寫得比較平鋪直敘，冇乜支線出現，但其實就埋下咗伏筆。等17年之後嘅另一本書《血統》即屍變嘅續集，就詳細解釋翻鄭氏父子嘅秘密。我哋下集就繼續會講埋屍變嘅續集《血統》呢本書，大家唔好錯過啦。如果你喜歡我哋嘅 channel，請記得 like、share 同訂閱。多謝收聽收睇，我哋下集再見。